自2026年2月初10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听下叮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9章第10到2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9章。上主伫何烈山甲以色列人立约以后，搁伫摩押地命令摩西甲以色列人立约，下面是立约的内容。摩西召以色列众人来，对因讲：上主伫埃及地对法老甲伊的众人神，以及因全国所做一切的事，恁拢亲目看到，就是恁所看到的大灾难、神热甲大奇事。毋过到今仔日，上主还未互恁为明白的心，为看见的目睭，为听见的耳孔。我带恁伫旷野40年，恁的衫裤无破，鞋嘛无歹去。恁无饼通食，无薄饼、厚酒通啉。毋过上主供给恁所需要的一切，互恁知伊就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恁来到即所在，希实本王、西王、巴珊王恶出来甲咱交战，咱甲因拍败，攻取因的地，将迄个地分互路边甲迦得两个支族，以及玛拿西半支族做产业。上主阁会对天下撤销伊的名，所以恁着切实遵行即个约的话，通互恁事事行通。今仔日恁逐支族的族长、长老、官长、以色列的男妇老幼，以及住伫恁中间，甲恁破柴、抢水的外族人，拢徛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。恁着接受上主恁的上帝立誓甲恁立的约，互伊照伊对恁的应允，嘛照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今仔日设立恁做伊的子民，伊做恁的上帝。上主毋是简单甲恁立誓立即个约，是甲今仔日甲咱做伙徛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的人，以及还未出世的子孙孙立约。恁知，咱捌住伫埃及，嘛有对列国经过。恁阁有看到因中间遐用柴、石、金、银制造通掩护的偶像。着谨慎，今仔日徛伫遮的人，无论查甫人、查某人、家族、支族，毋通违背上主咱的上帝，去服侍遐民族的神明，亲像对歹的君生出毒菜甲苦草。即款人听到这个咒诅的话，心内犹犹家己安慰讲：我虽然固执做即款代志，连累所有人，我犹原有平安。上主袂赦免即款人，上主的大受气会甲伊消灭，将记载伫即本册的咒诅拢降落伫伊身上。上主嘛会照即个律法的册所记载的约内面的咒诅，对以色列众支族的中间，甲伊分别出来，互伊受灾祸。以后，恁的子孙甲对真远的所在来的外族人，看到上主互即个地拄着的灾难甲变境，就是即个地逐所在有硫磺、有盐、
互迄个小价袂当种作，无出产，袂发草。亲像上主伫大受气中毁坏索多玛、蛾摩拉、押玛、西遍安尼，因拢会问上主哪会话对即个地安尼做？伊的受气哪会遐猛烈？人会对因讲，是因为即所在的人去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，带因出来吉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因去拜因毋捌，嘛是上主禁止因拜的神明。所以上主发大受气，将即本册所记载一切的咒诅，拢降落伫即个地。上主非常受气，伫大受气中，将因对即个地废出，甲因ฮ็伫外邦到今仔日。有一寡代志，上主咱的上帝无甲咱启示，毋过伊有启示即个律法，互咱甲咱的子孙永远遵行。疼的叮咛，加穿较少咧，才袂去互寒着；较早困咧，身躯较袂拍歹去；加食一屑仔，身躯才会勇行。骑车爱注意安全哦。这个话咱拢诚熟，因为这可能是父母对咱自细汉到大汉所讲疼的叮咛。类似的话，有时阵也会出现伫男女朋友之间、翁某之间、兄弟姊妹之间，以及朋友之间。换句话讲，伫每一个人的一生中，咱一方面不断对别人遐接受到疼的叮咛，另外一方面，咱也可能不断向人发出疼的提醒。这个叮咛的背后，拢传达出一个共同的愿望和信念。我希望你过甲搁较好。拄因为咱遐尼疼对方，所以真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，搁时常向对方发出疼的叮咛，希望通帮助伊过甲搁较好咧。申命记29章记载，摩西伫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地，再一次调集以色列人，并重申上帝甲因所立的约。这是一场严肃的提醒，同时是出于疼的深情呼唤。摩西引带以色列人回顾因出来吉经过旷野的历程，指出这一切毋是偶然的，是上帝信息守约的行动。当摩西呼吁人民爱专心归向上帝，持守甲伊立的约，因为这是关系性命甲未来的代志。咱通感受到，摩西并毋是冷冰冰地宣布命令，是亲像主爱的老爸共款叮咛儿女，毋通袂记得谁是救恁脱离做奴才之地的上帝，莫掠做靠家己就当行了搁较远，莫心怀二意，掠做通常时拜偶像，搁通享受上帝的恩典。这是一种带着疼的提醒，因为摩西知影人的心软弱，容易偏离上帝，所以摩西希望借着疼的叮咛，帮助以色列人民会当专心倚靠上帝，过搁较好的生活。今仔日咱是毋是也常常袂记得捌领受过上帝恩典？袂记得一路上是啥人伫牵咱的手？当生活顺遂的时，咱是毋是袂记得祈祷？当手中有资源的时，是毋是袂记得这是上帝所赐的？当拄着挑战的时，
是毋是袂记得伊捌带领咱度过困境？听的叮咛提醒咱爱记得，因为记得恩典，才会生出感恩甲忠心。听的叮咛常时提醒咱，若硬心偏离上帝的道路，必然带来咒诅甲毁坏。但是若选择对上帝忠实，就会得到性命甲祝福。上帝心意毋是爱人行邪，是爱人清楚看见，选择伊就是选择性命。这毋是威胁，是一份深深疼的提醒。就亲像父母再三叮咛囡仔，毋通行危险的路，因为我知影遐有陷阱。默想，听的叮咛毋是沉重的捆绑，是出自上帝慈爱的提醒。囝，毋通袂记得我是谁，毋通袂记得你属伫谁。我是毋是听见上帝听的叮咛？是毋是在意即个叮咛？听的叮咛毋是沉重的捆绑，是出自上帝慈爱的提醒。囝，毋通袂记得我是谁，毋通袂记得你属伫谁。我是毋是听见上帝听的叮咛？是毋是在意即个叮咛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会听。你总是不断用话语提醒我，互我袂跌到偏离正路。愿我因着你听的叮咛，逐日活点真实的祝福甲平安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